Hello， 有人种朋友说的，那你要找到梦早给值得找车啊，我望光晓得可以和我点了车那个，以前呢被人家做后备的助力啊，后备助力，那个车呢就头梦说我找的这个助力自驾的路对车的了啊，路对车的，然后呢南北多早，木坡北持有池，这一路持有村。我被北京去拉的是，因为多的比较累，有马的还是值得准备，所以被蒙吉一路拉，那么被拉到的放山镇的呢，放山镇的呢拉能少，然后他给你被要么，几根车是不么改，被么阿多改，这么子想的被么，要么地面子。被得落走噶，被得蒙自己得落走噶，被每路持有扎的，一路自己领扎的，某部分，那还得某部分是个要否则被你天呢，所以被要么改天么子想得么自己活，以前那边还有段几口，还有段车是不么改，这好得么改么，这段车。那东西，这里有没有卖鸡的？鸡肉鸡肉你看看那个水产里的。活的鸡。活鸡。活的鸡。有没有？要一个。有。在家里边。多少钱一斤呢？100块钱一个。100块钱一个，多大的？大概几斤？有30斤吧，3-4斤啊。活鸡活鸡，本地鸡还是外地鸡？本地鸡。一个。你们的嘛？大公鸡啊。你们的是吧？鸡吧，这个是。我给你买是在家没？你买不买？我喜欢买个，我活的。我要这个，要买。我喜欢买个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嘛。咱去看一下嘛，在哪里？我给你打个电话，你别用，我可不会自拍。我带我们去看一下。我老板呢，好这么改呢，么老改呢，所以被我们学一会去，我们学一会然后被约，但约子想到的，被整了。没有，我们是自驾游的，就拍个视频记录一下。自驾游，对，记录一下这个生活。这个多少钱？3000多。这个什么？相机。来了，相机。走吧，还要等他们过来。我顾不上，我给打电话问一问，人家去地了没有？好。去地了搬玉米。好。我就问一下，在家不在家？你先问吧，先问。那北个没得。那嘛，你们到这倒背了倒嘛，那你们今天去的。有事啊？来。摸。开车了。车在那边。在家呢。摸改就摸着想到的就成了嘛。其他东西都摸了。只有一只吗？有一只吗？我说只有一只吗？公鸡啊？一只。就只有一只啊？不用。稍微就便宜一点。稍微你便宜一点就行了嘛。不知道。不一定就那个就要100。我也说不了。他就要100块钱一只。你就估计，我给你再问一个，再打电话再联系一个事儿啊。好，联系，帮忙联系一下，谢谢老板。当然到电话呢，还得你跑我大把狗了，那都改摇啊，只说啥摸呢？那本身要重新摸起，摸完你才知道嘛。那边还要重新切，重新切。
想开点药或者是打打针。昨天晚上到现在是全身酸痛，然后呢睡也睡不好，头也有点痛，很酸。他已经凉了。对，已经凉，已经凉。我看嗓子了，哎呦，嗓子，你看，嗓子现在事儿都肿了，你看肿的那小事。咳嗽不咳嗽？不咳。打喷嚏不？不打也不打，就是觉得全身很酸，酸疼的。大小便正常不正常？大便小便正常不正常？正常。正常啊。这昨天才开始的，昨天我们才到这边。然后我们可能去那个沙上面，可能吹了一下冷风吧。冷冻。对，可能加的他加的了这边加的这边。这就是年轻人这老年人的气质。这是身上这个疼不疼？这个地方疼不疼？疼不疼？不疼。不疼，就是像这个关节感觉就是很酸疼那种感觉。叫啥名字？阳光的光。对，阳光。对，阳光的光。对。多少岁？25。在哪里？住址你们哪里？我们是自驾游的。你是哪里的？我们是云南的。云南的。手机号的177874771。对了啊。87478771。你会了。喂，周姐。那手机早晨没有公鸡，只有母鸡啊。那手机早晨就拿来的。只有母鸡。待会儿那从手机早晨给那录。那等一下嘛，我们是想要公鸡。没有，我们是买了自己用，是这样的。对，买了自己用。行程卡可以吗？这样。好，那没事。没事。好。谢谢哈。在哪儿呢？别送。别送。你自己找。对，在这儿，自己拿是吧？有啥？有吗？现在药嘛，要等我们。36度9。36度9。先发烧呀。对，我就感觉可能快要病了，这种预兆。给你打个小针也是打个吊针？打小针。打个小针。打个小针，开点吃的药。医生，你也帮我看一下，所以我一直咳嗽。他就一直咳。我先给他开上。你现在感冒都要冒了，他吃过头孢阿莫西林的药没有？吃过。不过敏，都可以。我都要冒嘛，
辣我好流要打哪边？哪边都可以。你站着打啊。站着打吗？行。打了你站起来了。还是坐着打？打着而已。站，那坐着打吧。站着不疼。啊，站着打不疼。哎，对。你再站。这种着，这种着。哎，对了。多点你不疼。哪里人？老家？云南的，我们是。在这干什么？我们是自驾游的。哦。嗯。啊，哎呦。我还没有站着打过。你看站着不疼吧？也疼的。你坐着打，比这还疼。哦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自驾游赶这个车上还得飞回去。嗯。能飞回去吗？我们是开车。就是能飞回家去。啊。哦。一个人开，两个人开？一个人开。一个人开。一个人开啊？嗯。太厉害了。哎呦。都是慢慢走嘛。看。哦。有点。行，好。你看。啊，拜。啊，好久没有打针了。没有用吧？啊？没有用吧？什么？头晕没有？没，不晕。不晕啊。不晕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我看一下，等一下药。哇，等。哦，在这儿了，可以了哈。啊，这个它是女的，这是你的啊。这是你的，你看，都一天3次。这个一次吃4粒，4个。啊，一次吃4个。他吃8个，8片。半片。半片啊，汤都是2片。2片。他也吃2片。你要开车走得远，你们这就掉的开，吃了它有点犯困。好，我们这几天都会在这边。所以的话就暂时还不跑远的。行。这个是按说明吃。这些其他的都是一天都3次哈。好。这是你的啊。好。多少钱？但是我没给看，我看你们两个还有他的了。都是一样的嘛，是吧？不一样。不一样哈。那就把那个袋子分着装，等一下。分开装。等一下搞乱了。就是。那你这两天吃东西，你就吃点清淡点啊。吃点清淡的哈。吃点清淡的。哎。要不你这感冒它要容易闹胃不好啊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这是你的啊。好。哦，终于到真的多了。喂，妈妈。要么头啊？哦，这到好内嘞，知道到整，还没整毛呢。来怎么这个老街呢啊，大哥啊？老街应该都可以吧？这种嘛，老街啊。会在团。我不知道还啊。我冇到街，睇下裝。因為你親戚知道街冇，我哋點問個街的是怎麼落街呢？並不到老冇事啊。可以嗎？哎呦呀！我也是个民族的。